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5，诗篇145篇17节安尼讲：上主一切所做拢公正，伊的作为充满仁慈。三甲来祈祷，一切所做拢公正，作为充满仁慈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的全能上帝，你的信息遍满伫全地，你的话是真实，你的律例典章是照秘，你的道路是阮所喜爱。主啊！我要全然降服伫你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我要全人来服侍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向你献上阮全心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永无变化的上帝，永无改变的天父。主啊！我要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对阮的应允永无落空。主啊，因为你一切所做拢公正，你的作为充满仁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